就来到高雄的基丁，这个沙坡啊，昨暝有海翁集体来靠搭，做一届出现6只。海巡人员全力来抢救，也是有1只来死亡。啊，共这个沙坡，今仔日透早阁发现8只，有2只来死亡。这半天的时间，都有14只的海翁离共一个所在靠搭，有3只来死亡。这到底是啥物情形呢？ 抢救时间分秒必争，海巡人员用单布砍这个鲸豚。昨暝高雄基点的海边啊，有民众发现6只赤虎鲸，也就是杀人鲸囝条例，赶紧通报海巡人员。在辛苦的抢救之下，有1只死去。伫今日透早，伫同一个海沙坡，又阁发现8只条例，有5只成功杀回海内面，有2只死去，1只需要送回成功大学治疗。搁浅的进到池子以后，现在体力有逐渐的恢复。鲸豚海底也是群体动物，若1只飞航，其他都影响到。其中有1只，它可能死亡或是受伤。 那其他的舍不得，所以就跟着一起。掠登去研究中心的杀人鲸，若恢复健康了，就会重回大海。只是这连续10多只，唔若好海巡人员有够忝，嘛好大家难得一摆救这济杀人鲸。